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招聘，聊一聊就业。最近关于缅北诈骗，大家关注比较多。有个明星叫王兴，一个演员王兴被骗到缅甸的妙瓦底剃了光头啊。后来在舆论的这个关注之下，泰国警方把王兴营救回来了。这个事情也掀起了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容易被骗到缅甸、骗到妙瓦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跟找工作有关系，很多人都是因为找工作被骗去泰国或者是东南亚。那这个王兴好像是接三联生活周刊，他有个报道说，被灰产渗透的海外华人招聘圈，一个中国留学生逃出妙瓦底全过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说，没有高薪，没有偷渡，更没有去缅甸、柬埔寨这些危险的国家。中国留学生李奥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在安全的国家想正常找一份工作，却不断跌入招聘陷阱，最终沦为人口贩卖的牺牲品。他还是个留学生，在经历过一场缅东的死亡之旅后，他才明白海外华人招聘圈已经被博彩、诈骗等灰色产业链渗透。一说到海外华人呢，确实一言难尽呢。他回忆自己曾在叫全球通，那个球是酋长的球，不是中国移动的全球通，看到一则企业招聘后勤主管的信息，但线下面试时对方却坦白这是一个博彩集团，那还好没骗呢。线上他认为是个后勤主管职位，去了之后人家告诉他我们这儿做博彩的，那还不算骗呢。另一次他在知名招聘网站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招聘中英文翻译，工作描述是全英文的，地点在迪拜区的一栋高端写字楼，但面试后发现这是一家为诈骗博彩类企业编写程序、提供网络服务的企业。说还有一次他记不得是哪家招聘网站的信息，工作地点在知名的迪拜硅谷，中英翻译岗位，面试在一个空旷宽敞的会议室进行，对方没有问李奥什么问题，反而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述，说他们是一个虚拟货币平台。李奥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是引导客户每天进行交易，这不就是诈骗吗？引导客户交易。他告诉我，客户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找，都是别人已经引导注册过的。李奥这才回过味儿来，这是一家以虚拟货币为名义的诈骗公司。关于虚拟货币的玩法，什么交易市场，这个我还真知道。我认识一个人，他专门从事这个行业，这行业里面的这些玩法猫腻我知道个七七八八，但是我也想更进一步了解，也可以，只是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意愿。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说，本刊记者尝试在脸书上输入中文关键字中英翻译，发现大部分出现的帖子工作地点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这些帖子看上去提供的是正规工作，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例如一则招聘翻译兼助理的帖子，其工作描述为中泰语听说读写，工作地点为曼谷，内容是完成公司文件翻译及日常口语翻译。但本刊记者与发帖人交流后发现，他实际属于博彩行业。而另一则招聘中英翻译的岗位，工作描述为负责翻译员工和上司沟通，为员工翻译业务内容等。但在聊天过程中，当记者假装自己是诈骗行业人员后，招聘者也暗示其业务的确和电诈相关，并保证即使不做业务员，以后你负责的组里有人开单的话，也会有奖金的。在本刊记者的调查中，在一些常用的海外求职网站上，只要加入东南亚国家的中文招聘小组，就能看到海量的灰产招聘帖，其中许多帖子并未隐瞒自己所属的行业，那这人家是明着骗，那你要上当，那还是自己的事情了。通过一些行业黑话可以立即识别出来，如刷单、提成、无赔付等关键词。而在脸书上有 2.2 万人的缅甸中文求职招聘小组，几乎每一个帖子都来自电诈行业记住了这个是精准的面向海外华人招聘。当然了，也有国内的人翻墙出去上当的，你好不容易搞个梯子翻墙出去了，结果咣叽掉坑里了。全球反诈组织 SO 至今已经在东南亚地区
解救1200余人。他们向本刊介绍，近3年来，东南亚的电诈行业面临着人手短缺问题，这背后有多重背景。首先是柬埔寨西港禁毒事件，促使许多网络博彩公司转型做诈骗，需要更多的人手。二是3年的疫情封锁，严格的防疫政策让许多人没有机会偷渡到东南亚地区。三是中国近年来大劝返行动，许多地区采取注销户籍等强力措施，劝返他们回国投案自首，也就是跟中国这个加强电诈的这个反电信诈骗力度也有关系。但是我一直在节目说，这玩意儿就是治标不治本，你要不治本，这些人翻钱出去，结果还能被骗。有的人出国留学之后被骗，有的人是移民之后被骗，原因都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这个教育底子没打好啊，脑子洗秃噜皮。凯特还注意到，由于缺人，园区向蛇头买人的费用水涨船高，一个人现在可以卖到40-50万，而且年龄范围也在放宽。我们看到最小的可能只有8、9岁。我还接触过一个解救回国的案例，对方已经48岁了，这个年龄打字其实都不太行了。咱是开玩笑，你说这个电诈行业首先实现了这个年龄上的平等，你国内很多行业35岁码农就不要了，45岁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看看电诈行业35岁那是正是黄金年龄，45岁也不错。说他认为，虽然骗招在整个东南亚电诈行业的比例可能只有10%左右，但大部分人是自愿前来。但由于这2年园区急缺人手，人头费水涨船高，促使许多蛇头为赚钱四处骗招，导致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增加。他总结到，蛇头最常见的名目是招聘翻译、编程、人事，其次是模特、歌手、服务员、客服。如果是正经求职的人，在海外招聘网站上看到这类工作岗位，地点又在东南亚地区，建议就不要去碰了。但更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受利益诱惑转变为蛇头的人也在增加，也就是犯罪分子在增加。大家赚不到钱呢，那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他变成蛇头，他就疯狂的到处骗人、绑架人，往这个苗洼底送一个人几十万，这个也是黑色幽默、黑色笑话。韭菜在国内值几十万吗？好像感觉不到。很多韭菜从来不觉得自己能值50万，但是你看看，把你卖到苗洼底，居然能卖40-50万，这还没算器官货物卖到苗洼底40-50万，在零售那恐怕得几百万。突然发现韭菜原来也挺值钱。凯特说，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亲人，也可能是你在曼谷旅游坐上了一辆出租车的司机，也就这些人都有可能是蛇头，也就是身边的人骗你，亲戚骗你，把你贩卖去，太黑了。凯特记得说，曾有一个被解救的受害者逃出园区后，在当地打了一辆车，结果又被司机给转卖了。刚逃出虎穴，又入狼窝啊！据柬埔寨前副总理2022年8月26日签发的一份呼吁书显示，2022年1月1日至8月20日，柬埔寨当局共侦破87起人口贩卖案件，累计解救出865名受害者。而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29日发布的东南亚网络诈骗和人口贩卖调查报告称，至少12万名猪仔深陷缅甸全国各地，被迫从事网络诈骗，另有10万人落难柬埔寨。2023年9月，中缅政府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打掉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窝点1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69名。但凯特担忧的是，东南亚的诈骗团伙正在向世界各地转移，寻找适合他们的土壤，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不安全。你说中国的韭菜已经影响到全世界了，怎么影响呢？因为中国的韭菜太多，不割不行，所以这诈骗分子应运而生。这个诈骗分子现在缅北，你把他打掉，你打不掉；你把苗洼底打掉，马来西亚打掉，菲律宾还有。今天好像菲律宾警方也是查封了一个电诈园区，里面400多人都是中国人，现在还有到中亚的，还有到迪拜的，估计以后南美也会有。也就是只要你有韭菜基本盘存在，这些韭菜你不从根上把它解决，这些诈骗分子你是进不了的。你把它从这儿消灭了，它也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春风吹又生。这个3联生活周刊说比如迪拜就已成为电诈行业转移的新目的地，当地已经发展出4大著名的电诈园区，分别是凤凰园区、永利园区、DIP 园区和绿洲园区。这些园区实施了封闭管理，其中不乏暴力、虐待和性侵。一些园区的诈骗人员多达2万余人。而除了这4大园区外，迪拜还存在着规模不小的小型诈骗园区，以及一些隐藏在小公寓楼中的诈骗公司。这些团伙规模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
关于电诈的形成，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根子还是在土壤，在咱们这个韭菜，你不给他提高他们的认知，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那你这个电诈是解决不了的。年年都要反电诈，而且反的越来越厉害，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关于缅甸、东南亚这个电诈更加猖獗，它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这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缅甸啊、泰国啊这地方以前都是三不管，叫金三角。以前金三角这地方都是毒品，这些毒品以前对全世界、对咱们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大家恐怕都记得啊，上个世纪80、90年代，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涉毒现象非常。后来为了禁毒，把缅甸啊、金三角那地方毒品给它打掉了。但你要知道，那个地方毒品是产业啊，你把它打掉之后，它吃什么？渣的跟不上，它什么都没有，农业没有，工业没有，有胆子，有赚钱的这种欲望。所以毒品你不让他干，他就搞赌博。毕竟你不管怎么吹，你搞不过那些，比如说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或者澳门博彩，还其他的这些地方，你的吸引力还是不够。再加上赌博，很多国家也是反对的，也是打压，所以他就转向电诈。那你本质上就是通过违法手段赚钱，因为他没有别的赚钱的路子，就这么简单。你也可以下大力气把缅甸那儿给他干掉，他就会转移到印尼、菲律宾。今天要说的不是说这个电诈的成因，今天要说的是关于就业。因为电诈他现在骗人，很多都是利用了现在就业难，无论你是海外的华人还是国内的这些大学生，大家都是面临着就业难，一毕业就失业，找不到工作，每个人心里都是忐忑不安，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不知道能找什么事干。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去那儿泰国当个翻译，做外贸，一个月给你2万，那很多人他就信了。因为要记住了，有很多毕业生他是走投无路，考研不行，觉得自己还差点，考公那更不行，家里也没有背景，找不到一个好工作。这个时候如果一个电诈招聘网站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他就很容易上当。我以前找工作我就上过一次当，那是我大3还是大4，那个时候也搞校园招聘，那个时候校招还没有什么大厂，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是包分配，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是户口不在北京，肯定是想留在北京啊。那时候需要有留京指标，招你的单位它也有这个叫进京指标，两个指标合到一起，你一个人才能变成北京市户口。那个时候我就去我们校招去找工作，结果就有一个名字我都忘了，什么顺义区什么委员会，一堆的名字，我就给他投了份简历。结果过了大概1个星期，好像我就接到这个电话了，打到我们宿舍楼里，一个宿舍楼就一部电话，是找哪个宿舍的谁，那个管宿舍的在那喊一嗓子，然后被叫的人就出来到门口去接电话。我去一接电话，那个时候是还不知道找工作是咋回事，搞不清楚。人家一说你来面试吧，但是我还以为我是被他选上了，我还挺高兴，记了地址。那个时候从北京到顺义其实还不像现在地铁很方便，那个时候倒车还倒了2、3趟，而且越倒越荒凉。后来等我七找八找找到那个地方之后，我一看，它就是个中介嘛，什么人才中心，什么面试，实际上他就把你简历一收，你交给他100块钱，他给你介绍工作。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正在找工作的时候，你特别容易上当，别人一说符合你的要求，你马上就想试一试。实际上我一去，我一看到那个牌面啊，我就知道10有8九是上当受骗了，白跑一趟，害得我倒了好几趟车。他就跟我说的，他们介绍的工作企业啊都是国企，都有留京指标。所以说现在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甚至毕业2年、3年的，正在找工作的，或者已经被裁掉又在找工作的，急于找到工作，很容易就上这种当，受这种骗子。有人说了，那我找工作，我先核实一下，看他是不是骗子，我先上他们的网站看一下。实际上现在很多骗子招聘网站，他都打着这家公司的旗号，你以为你上了这家公司的主页，它上面也招人，实际上这个主页都是假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有的骗子，他说华为要招什么20个程序员，你打开那个网址上华为网站一看，果然要招20个人，实际上这个网址是假，这个网站都是假的，是克隆的，联系电话留的不是华为的，联系的邮箱也不是华为的，都是骗子的。这个是央视报道的，20元克隆一个山寨网页，央视曝光克隆网站黑幕。媒体通过调查发现，在不同电商平台可以找到克隆、山寨各类官网的店铺，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花费20元就能制作郑州大学的山寨网页，和真实官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替换了原有的联系方式，用户只要访问就很容易落入陷阱。从事这个业务的工作人员明知违法却顶风作案，还向记者介绍规避风险的经验。大家看视频。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找到了可以制作假冒网站的商家，记者提出想完全仿制郑州大学官网的需求时，这位商家表示可以接单。老板你好，我刚才看到您发的网站，那个是郑州大学的那个官网是吧？
我们和院校是有合作的，它里面的上面 logo 啊，浙江大学 logo 什么的，还是要保持原有的，只是把里面那个联系方式换成我们的。虽然可以制作出与郑州大学官网相似的网站，但一旦上架，很可能会被迅速下架。原因在于不能完全1:1仿造官网。如果记者仍然需要这样的网站，他们有一些技巧可以避免下架。你可以写郑州大学什么什么什么学院，你一定要跟人家的官网区别开。你不能说是就是1:1的去做，这个的话你也违法。你要写上什么什么郑州大学什么什么什么招生办理处啊，或者什么这些都可以。然后我们这边去仿照去做的话也不贵，基本上看您功能的话，就是差不多1700到3、5千都能做，就看您这边的需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商家最终向记者报出的定价为2000元，包含了网站制作、维护、域名、服务器等一揽子的相关服务。记者登录另一家电商平台，搜索网页开发，发现提供网页定制服务的比比皆是，服务齐全，价格大多在几十元，有的甚至只需几元钱。记者点击一个写着网页待做的链接，记者提出要完全仿制某省社保局的官方网站，商家简单询问之后给出了300元的报价，并且表示价格还有的商量。记者在该平台又另选了一个商家，同样提出要仿制郑州大学官网首页的需求，对方报价仅20元，而且很快就完成了网页制作。打开对方发来的这个压缩包，可以看到该网页与郑州大学的官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将原有的联系方式进行了替换。只要用户访问了这种网站，就很容易落入这类假冒网站的陷阱。记者来到了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乔胜先是这里的一名网络安全工程师，他为我们演示了如何快速仿制网站的过程。我们找到了一个网站克隆的工具，可以快速的实现仿冒一个目标站点。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演示，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开始克隆并下载里面的静态资源以及图片等信息。目前已经完成了克隆。可以看到我们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对目标站点首页的一个克隆。乔胜先向记者介绍说，看着一模一样，但是如果进行多层级的深入浏览，假冒网站就会露出破绽。当发现相关的功能无法点击，可能存在功能缺失、操作无响应、链接跳转错误等问题，我们需要警惕这个网站是否存在安全风险。你想，如果你找工作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网站，那很容易上当受骗。现在的骗子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以假乱真。最近网上也有很多人，大学生失联，什么去了泰国就找不到了。我想大家都看到很多这种报道，这个十有八九恐怕都是去泰国找工作，被骗到泰国上班，人恐怕已经到了妙洼底。所以要求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就是多具备一些常识。什么叫常识？就是你刚毕业，你应该知道你的价钱是多少。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这个行情，那在东南亚你这个行情是多少？不光是找工作的，现在演员也是被绑架的。王兴他因为收入太低，他据说一天只有200-300块钱收入，所以他急于要改善自己，想接戏。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他骗到泰国。这犯罪分子也会利用你找工作，急于找到工作心理来骗你。有的人想拿高薪，东南亚的工资水平不会超过国内，就是很难。如果一个普普通通的翻译的普通的文员工资比国内高得多，那肯定是反常。你要记住了，如果你的工作地点在国外，你首先要警惕，对吧？这叫底线思维。万一是个骗子怎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说的是工作地点在境外的，如果工作地点在境内，你警惕性稍微小一点，但是你也得警惕是不是诈骗，许诺你高薪，等你合同一签，完了各种陷阱，完了各种培训，让你先交钱。这个国内一定要这么干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咱们的形势不太好，就业是越来越难。只要就业越来越难，那跟就业相关的这些犯罪恐怕就是越来越多，乱象丛生。反而要求我们要提高警惕性，不能疾病乱投医。如果你现在有个工作，1个月5000块，你应该好好珍惜，要稳住，骑驴找马，先把手头工作稳住，要不急不慌的找下一份工作。
作。如果你没有工作，那你难免有点焦虑，就容易上当。我们很多人受自媒体影响，受社交平台影响，总觉得一个月拿几万块很容易。实际上大家应该看一看中金的数据，还有招行的数据，中信的数据，还有国家税务总局的这个个税数据，月收入超过5000的，好像不到1个亿，也就6、7千万。全国14亿多人，月收入超过5000的，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1万，你已经是98%，战胜了98%的人都不止，你已经是人中龙凤，佼佼者了。但是你要通过抖音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你发现你一个月1万块，好像都不好意思说，抬不起头。所以这些大学生还有失业的，你现在自己给自己要一个合理的定价。你知道超过这个价格恐怕有问题，记得小心谨慎。接下来25年、26年，这行情越差，这些犯罪的就越多，他的骗局就更加五花八门，更加叫与时俱进，更加让你防不胜防。现在国内工作不好找，有很多年轻人想到国外去发展，这个也是对的，这个我是支持的。但问题是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就不要上当受骗，不要被搞到缅甸去了，不要搞到什么电诈乐园去了，这个只能靠自己提高警惕啊！你得想办法甄别这信息的真假，尽一切可能手段去核实。骗子再高明，他总有蛛丝马迹留下来。最后我们再说几句，这个胖东来又上热搜了。胖东来这2天一直上热搜，先说他的员工平均工资达到了9000一个月，自说自话上了一波热搜，但是这个热搜好像力度不够，因为他以前一直说员工收入高7000几千，所以你现在再说9000已经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了，大家麻痹了，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接着就是哪儿痒往哪儿挠。今天又来一个热搜，叫胖东来不允许夫妻间家暴冷暴力，胖东来不允许员工打孩子。你看看这个支持胖东来的人有福了。你说胖东来说这个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说都是对的。不允许打孩子，不允许家暴冷暴力，你不能说他说错了，但是那个味道是不是越来越重？从不许员工结婚要彩礼，这个婚庆只能摆5桌，只能请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等等，现在已经开始夫妻间家暴冷暴力，不允许打孩子，接下来不允许用什么姿势，那些姿势都不好，你1周同床几次，他把日子给你算好，对吧？每个月应该是几次，分别在什么时间段，到时候他会一一规定。你看手已经伸到你的被窝，当然支持胖东来人无所谓，觉得这挺好，管吗？怕什么呢？反正已经没有自由了，哪还在乎这点事呢？我看到的是胖东来为了流量叫不择手段，这就是典型的叫流量焦虑，制造话题，他要上热搜，他要流量，上帝欲要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现在就是胖东来疯狂的时候。2025年刚开始，胖东来就已经进入疯狂状态，预示着什么呢？预示2025年恐怕胖东来就很难坚持下去，因为这流量越来越贵。流量贵体现在哪？一个是流量本身贵，第二个流量的转化率越来越低。流量的转化率为什么越来越低？就是一个大家收入下降了，都是勒紧裤腰带。你有可能是胖东来的支持者，甚至是崇拜者，但是你恐怕也不愿意去花钱了，或者本来一个月花3000的，现在也只能花1000了，就购买力下降，这是收入导致的，经济形势不好，流量的转化率低。以前引来1万个人，有8000个人会买东西，现在引来1万个人，只有3000人买东西，你看转化率低了。但是以前的1万人，你花的成本还没有现在1万人花的成本多，现在你要花的钱更多，转化率更低，这没有办法，大家自己观察自媒体就能看到，流量都在下滑。另外一个竞争就是实体店的竞争，山姆啊、开市客，全国到处开分店，这25年估计还得增加1倍，就是它的分店数量。这个山姆啊、开市客对胖东来来说都是一个打击。山姆开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恐怕到山姆逛了之后，如果他再去胖东来一逛，发现胖东来也没啥，所以他们就不会再给胖东来交智商税。对胖东来来说，他就压力是越来越大，泡沫啊迟早是要破的。胖东来成功的地方，它是个现象，它是个景点，它是靠上热搜，靠宣传，吸引全国的这些爱好者、有情怀的人、有梦想的人来交智商税，通知你们赶紧来交税。那这个模式往下搞不下去了，对吧？它脱离了商业本质。这个零售商超靠的就是供应链的管理，靠的是性价比，靠的是品质口碑。胖东来它只是披着品质口碑这个外衣，它运作的实际上是一种流量模式，所以它没办法扩张，它复制不了，它只能去调改。调改我不花钱，我管不了，我就去帮你那儿改成跟我差不多，实际上有用吗？为什么叫调改呢？也就是商
商超最大的不是你门头改成什么样，货品怎么摆，那都是那个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核心是供应链。你能调改人家供应链吗？他调改的供应链都是胖大爷自己的商品，但是你靠你自己的商品，你能拉动多少人？如果大家细心观察，你可以总结胖东来上热搜的那些话题，你就知道他已经出问题了。他的话题已经脱离了商业本身，脱离了他公司基本面，脱离了这个商超该做的事情，他已经干涉到个人的私生活。他知道聊这个话题会激起广泛的这种关注和口水，黑粉也是粉。再聊工资，再聊放180天假，这些人已经叫脱敏了，不感兴趣了，所以得聊床上事。我想很快后面胖东来的热搜的这个话题恐怕是越来越离奇，语不惊人死不休，非得让你关注，还是急了啊，有点着急。春江水暖鸭先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